帅哥，怎么了，美女？要点什么？那个人是叫行哥吗？那个不是，看那边，那边那个才叫行哥。哥，我回国了。爸让我回国发展，挺好的。哥，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还有其他事吗？没事，我先忙了。行，那我先不打扰你了，改天再说。美女，看上他了？行哥的歌是这样写吗？没错，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他这个人啊，难搞得很啊。给我来一杯你们这儿最烈的酒。祝你好运。帅哥，有事吗？认识一下。没兴趣。听说你是这家酒吧的老板。啊。那老板在照顾房北。如果顾客有什么需求，老板是不是都满足啊？那什么？那我能请你喝了这杯酒吗？苏总，错了，得按照我说的来。不会是怕这酒里有药，不敢喝吧？我先喝。不会吧，这么快就上钩了？幼儿园没毕业吧？招式太老，容易孤独终老。啊？你确定那人是行哥啊？不是熊瞎子？我确定啊，苏总。你放心，我来想办法。美女，一个人啊？干什么？陪客喝一个。起来！美女，心情不好啊？那得陪你玩一会儿啊？干什么？美女，放开我！陪你玩儿。哎呦，疼！我陪你玩。再不放手喊人了啊！我，行哥，赶紧滚！哎，真是滚！哎，行哥，现在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了吧？别误会，这种事儿我对所有人都一样。总归是你帮我啊，我请你吃宵夜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接近我，但这种低劣的手段，省省吧。哎，什么人啊？你等着，我总有一天会把你追到手。医生，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病人的情况目前稳定，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谢谢医生。不客气。妈，你放心，爸他不会有事的。苏总，公司那边什么情况？苏董事长脑出血被送进医院的事情，董事会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正在推选人暂代董事长一职。这么迫不及待了吗？这事儿有人推波助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曹思鹏吧。他这个人狼子野心，已经觊觎念桥集团很多年了。但公司一定不能落在他手上。苏总，可苏董事长之前也觉得曹董事是合适人选，如果您从中阻拦，
怕是会得罪一批人。而且，您忘了苏董事长之前提出的要求了吗？这件事情，我自有办法。好的。苏总早。说了多少遍，别那么浮夸，我都听腻了。好，你去吧。哎，小念，老苏身体怎么样了？多谢曹叔叔关心，我父亲已经没事了，他已经在医院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哦，那就好，那就好。让你父亲好好在家养病，不用担心公司的事儿啊，公司有我呢。这个就不劳烦曹叔叔了。燕桥集团毕竟姓苏，麻烦外人可不太好。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苏总，您这样和他撕破脸，会不会不太好啊？上个月他在东城区项目谋取好处时，我就已经给足他脸了。他不是想当燕桥集团的董事长吗？只要我的股份占有绝对优势，他便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您是打算同意苏董事长之前提出的联姻？邢家的股份虽然不多，但是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我让你调查的人调查的怎么样了？苏总，我真的尽力了。尽力？其实只有3个信息，我觉得给您看稍微有点寒碜，所以决定口述。但我保证，我真的是尽力了。人家邢公子早年就出国留学，外界知道的的确太少了。说吧。您联姻的对象叫邢哥，对，邢哥，据说身高185，型男，长得帅气有魅力。没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回国以后开了一家叫做“听风”的酒吧。开了一家酒吧，邢哥，邢哥怎么写啊？这根本就不念哥啊，这样才念哥。什么文化水平？我觉得我们不合适。邢总好。不方便透露。协议呢？抱歉，我说话有点太过直白。在房间休息呢，刚回来，倒时差。很简单。怎么了这是？苏家出了点事儿，老苏病了。那太好了。哎，老苏之前提起过合作新城区商圈的项目。他现在虽然病了，但是苏念这孩子的能力，我还是不担心的。你还记得老苏曾经提起咱们2家结亲家这个事儿吗？趁这个合作项目的机会，让他们相处看一下呢。邢先生，下班这么晚啊？我送你回去。我不习惯坐别人的车。那就认识一下，我叫苏。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想问问邢先生，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你愿意吗？这张卡有60万，如果邢先生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的话，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所以，你说的改变生活的方式就是这个？邢先生这酒吧生意也一般，又昼夜颠倒的，来我这儿，保证让你朝9晚5，周末双休，节假日齐全，又有年终奖。最重要的是，这60万只是月薪，如何？邢哥 ，Hello， 美女，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是邢哥的合伙人，我叫孙志远。邢哥，人家毕竟是给你开了10倍的工资啊。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也很舍不得你。不过吧，邢哥他欠着我的钱，要不你把这个给我来替他上班。不用了，谢谢。既然不用，那我先走了。哎，美女，要不要考虑考虑？我有事儿，先走了。喂，宋念手中的资料已经换成你哥的了。好。怪不得我用金钱诱惑他，他不为所动。他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会缺钱呢？可是那孙志远不是说他欠了钱吗？欠钱那也只是一个借口。他要是真缺钱的话，他会去开酒吧吗？你确定啊，苏总？我看他样子也不像缺爱啊。脑残的脸上会写着脑残吗？嗯，那缺爱的人脸上会写着缺爱吗？有道理。可是苏总，您已经用金钱侮辱了他对爱情的向往，您打算怎么补救？哼，当然是找专业人士补课。到了到了，以后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妈妈，这不是为你好抱歉。你瞧瞧你都多大了，再不结婚啊，真的要当老姑娘了。见到人说话要温柔，别以貌取人啊。文熙，文熙，你在听吗？哎妈，我知道了，说话要温柔一点，不要以貌取人。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太帅了！我一定不以貌取人。喂，李先生。哎呀，我这工作临时有事抽不开身，恐怕来不了了。我们下次再约吧。别，这我都到了。实在是抱歉。那下次吧。好的，好的。什么人这都放鸽子。哎呀，不好意思啊，工作太忙了，迟到了。你不介意吧？我们认识吗？你不是李先生吗？抱歉啊，我确认一下。这不是你吗？不是。不好意思啊，我脸盲分不太清，你能帮我看看这个人在哪儿吗？他刚走了。啊，难道就因为我迟到了2分钟，对方就不高兴走了？那你下回别迟到了。好吧，那你不介意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不介意。哎，我说，昨天晚上那个事儿，你真不考虑考虑？没兴趣。一看就是家里头宠着的大小姐，有钱没地儿花。那多好啊！你说人姑娘漂亮又多金，怎么着？我们邢大老板看不上啊？心动了，要不你去？我是没工夫陪她玩。赶紧的。那你下回
别迟到了。好的。文熙，发什么神经啊，在这儿？苏念，我感觉我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陆文熙，陆海王，教教我呗，你是怎么拿下你的前20个真命天子的？想学？这能行吗？当然，他现在玩的招数都是我玩剩下的。对付他就一个办法，就是耍赖到底，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坚持。只要完成了近水楼台，那这个月亮迟早是你的。那就祝你成功，希望你早日拿下你的第21个真命天子。21。曹思鹏那边如何了？我一直派人盯着，我怀疑苏董那天出事和曹思鹏有关。苏董出事那天，有人看见他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之后没多久，苏董就被人发现晕倒在地。苏总，我爸之前重提联姻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联姻的这个事情，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提过，却在现在提了。那一定是说明公司出现了大问题，只有靠联姻才能够解决。秦哥，你来真的，精神点儿。我说，你也不看看，谁来了啊？邢先生，上次好像忘了自我介绍，这次正式认识一下，我叫苏念。苏小姐3番2次来找我，就为了让我去你身边工作。不，我是为了你。哦，原来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啊，那恐怕这次苏小姐又得白跑一趟了。哎，苏小姐，我以为你上次回去已经恶补了幼儿园的知识。什么意思啊？男女有别，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苏小姐，这几个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啊，更衣室嘛。哎，等一下，你到底想干嘛？答应我的追求。不可能。哎，那你就做我的私人保镖，你至少答应我一个嘛。不然的话，邢先生也不想让我对你负责吧？既然我们在拳击馆的话，那打一场也可以。如果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我就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你，如何？行啊。哼哼。这手套怎么戴啊？哦，这样戴啊？啊！放弃吧。不可能！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一点都不知道让着点女生。你输了。输？你输了。我输了。那你就得做我的私人保镖了。苏小姐既然可以打赢我，那我相信，即使我不在，苏小姐也可以保护好自己。哎，不对啊，那不白打了？你什么意思啊？哥，你来啦！上车吧。他不会有女朋友了吧？苏总，您怎么在这儿？正好，这是新城区竞标的具体文件，时间定在2个月后。苏总，您不是应该在攻略目标人物？我就说嘛，老头子怎么这么想让我跟邢氏联姻？我还以为他是担心我年纪大嫁不出去，老了没人照顾呢。也就是说，老头子想让我跟邢氏联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收购股份。所以主意曹思鹏为下任董事长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个烟雾弹。如果曹思鹏知道苏董事长决定将公司交给他，那他就不会急着暗地里收购股份。也就是说，苏董事长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有道理。这段时间盯紧曹思鹏。好，苏总，既然苏董事长都在为您争取时间，那您还在这儿做什么？赶紧去拿下他吧！给我退下！这。抓耳挠腮，抓耳挠腮？真的吗？不信。你质疑我？我没质疑你，我怎么敢质疑你呢？哎，你快看，是他们。你放心，那不是他女朋友。你怎么知道的？人与人之间呢，最大的亲密距离是44厘米，这俩还有点距离呢。真的吗？不信啊？不信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走走，我不去。走吧。
他找的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曹思鹏，他怎么会在这儿？你干嘛去？我看见曹思鹏了，你等我。哦。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你一定要留住。哎，真巧啊！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我是说，我刚才不是在跟踪你，你信吗？刚才那俩人是在这儿吧？好像是。在那儿呢。哎，星哥，我跑不动了。把高温截图了。跑这么半天，你都没跟我说他们是谁呢？星哥。那女的在那儿，追！站住！快走！站住！哎，不行不行，我。抱歉，邢先生，看在我陪你跑了这么久的份上，你不会连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吧？还有啊，我刚才可看见了，你为了保护你女朋友，拉着我去吸引他们注意，你也太过分了吧？不是女朋友。啊？什么？躲哪儿去了？刚刚明明在这儿，现在不见了。要不去那边找找？走吧走吧，那边看看。苏小姐。人应该已经走了吧？那个，她真不是你女朋友啊？不是。那你们什么关系啊？你问这么多干嘛？你不是跟我说她缺钱吗？我倒是可以给她，不收利息那种。苏小姐。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金钱解决。疼吗？那要去医院。没事儿，养几天就好了。你确定？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不知道有种豹叫公主抱啊！所以我弟弟借高利贷，是因为没有资金继续开发软件，不得已才借的。到期后一直没有钱还，对方才找上了我。那你弟和邢哥什么关系啊？你查户口啊？朋友。这件事情我可以从根本上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要你的微信和联系方式。哎，通过一下。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喂，S 姐，我记得之前我们公司投资过一个软件公司，你去联系一下。明天下午我帮你约了一家软件公司，到时候你和你弟弟一起过去一下。太谢谢您了。其实这件事情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看你弟弟手里的软件到底值不值得他们投入。
有希望就好。谢谢你，苏小姐。小事儿。坏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你记得回微信啊！我先走了，拜拜拜拜。竟然为了一个没有追到手的男人就抛弃我，今天一定要给你点教训。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21，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文熙，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你别跟我生气了，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下啊！你别拦着我，下辈子我们还是姐妹。什么下辈子？这辈子就是好姐妹。我请你吃你最爱吃那家餐厅，好不好？你的。嗨，我们又见面了。等着，我一定把他拿下。初恋的感觉，初恋是什么感觉啊？嘿嘿，在干嘛？在吗？吃饭了吗？喂，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你怎么都不回我呀？你忘了我帮了小叶吗？你不能这样报答我呀！刚在忙，没看手机。哦，好吧，那你以后看见了要回我微信啊。尽量吧。那个，我改天请你吃饭吧。那我就当你答应了，时间地点晚点发给你。参见苏总。那个明天的活动都准备好了吗？没问题，苏总您放心。下车过去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跟学说，过去，知道了吗？去吧。喂。果泉收购的事一定要快些。苏念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哎，你跟你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你女朋友一般都穿什么？苏总您放心，我单身27年，未来我也会将我全部的时间奉献给公司和您。大可不必啊。哎，不是啊，你单身，你给我当什么军师啊？我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我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什么人呢？
一定要保佑我再次见到他，拜托了。谢谢三明治候娘，谢谢。西餐？不行，太正式了。烧烤这个不错，有亲和力。喂，干嘛呢？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来慰问一下劳模呗。哇，唉，看来你是没赌到你的21，心情不好才来找我的吧？邢家那位公子哥拿下了吗？哼，快了。我懂了，那就是还没拿下呗。谁说的？我马上就要约会了，这次进度总比你快吧？你确定？感谢饭不算约会吗？我觉得邢家那位公子哥不是一般人。既然他在玩富家公子体验生活的剧本，你不妨陪他搭个戏。搭戏？你等着。哎，这些都是我给你找的剧本，各种类型任你挑选，你只要照着上面演，一定能拿下的。你让我在他面前演戏，这不就等于骗人吗？不行不行不行！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你确定？真假千金，真千金出逃，假小姐回归变成灰姑娘。这什么呀，陆文熙？没想到你平常喜欢看这种东西啊！哎呀，生活嘛，重在娱乐，看着开心就好。这已经跟真不真实无关了，这也太浮夸了吧？浮夸吗？我看的电视剧套路一模一样。你也说了，人家那是电视剧。哎呀，这个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嘛。看这个。就想疼你、宠你、想着你。好，
姐姐和妹妹是一对双胞胎，妹妹得了心脏病，父母让把姐姐的心脏移植给妹妹，然后跑路了。伦熙，我严重怀疑你就是想害我，是不是？这我都让思觉帮我打印的，他肯定是夹带私货了。你等着，我给你选一个，就这个，一定适合你。绝密？啊，你相信我，我可是第3次见面就收到了21送我礼物的人。我还是算了吧。你干嘛呢？没干嘛呀。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没有。你在算计什么？装无家可归，想赖上我？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一起吃饭吗？走啊。剧本能不能行，就看我这次能不能一步到位，进入妖精洞了。老板，来箱啤酒。哎，来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喝酒，还不都是因为你？我背着老板帮小叶对接软件公司，我工作都没了，老板以为我要跳槽了。没了就没了呗。什么叫没了就没了？那原来单位分的房子，现在我都没办法去住了，都已经收回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无家可归？公司无故开除你，你可以索赔。需要我帮你介绍律师吗？你这……我跟你说，我那个闺蜜她有多不靠谱，给我弄了一个剧本，然后跟我说让我学猫。你看我像猫吗？我像猫吗？啊！哎呦，你这人也是的，我跟你说，真是过分死了。我一天给你发那么多信息，你都不回，你以为我愿意发呀？你们帮我评评理，你就说这男的他过不过分？我给他发微信，他不。不会是……
吃完了早餐，你先吃吧。哦，好。这还真是秀色可餐。你空房间这么多，租我一个呗。不租。吃完饭就走吧，别忘拿行李。不租，不租就不租。我能来第一次，就能来第二次。这是你最近让我调查的资料，最近他们经常在一块儿。谢谢。应该的。嗨，苏小姐，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我东西落你家了。进度可以啊，鑫哥，都领回家啊。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衣服，一个挂件，还有什么？还有一件内衣。内衣？兄弟，你这可以呀！你起开。苏小姐，你这么有钱，我相信再买一件也不难吧？衣服确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挂件，它是我小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送给我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取回来。对，东西又不值钱，但是人家那东西上面承载的感情可重要了。我说的对吧，苏小姐？下班以后吧。哎，鑫哥，现在这家酒吧呢，有你们你都一样赚，你就赶紧老老实实陪着人家苏小姐去取东西，别耽误人家事儿。你给我闭嘴！我有事，下班再说。哎，不是，哎，你别介意啊，苏小姐，她这人脾气就这样，臭不拉几的。不知道他这样的脾气，家里人怎么受得了他？她呀，她早就一个人生活了。也是啊，好像他家里也没有别人了。她跟家里闹掰了。闹掰了？他和父母关系不和？还关系不和？她跟她那个老爹啊，都快要断绝父子关系了。不是的，关系这么差，我和他结婚真能拿到股份吗？那你知不知道他跟他父母关系为什么不和？我这么跟你说啊，鑫哥，还是让鑫哥自己跟你说吧，苏小姐，你加油。要是这样的话，老苏不是在坑我呢吗？念念啊，你不会还没进入妖精洞吧？我进了呀，不过要出来了。看来你还需要一股重力。什么重力？这个方法，每当我遇到难啃的骨头的时候，屡试不爽。就是什么？他怎么来了？这不抓我枪口上了吗？下次再跟你说啊！哎，你这人。
关系这么厉害吗？那我……苏念，念桥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独生女。你怎么哭了？你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吗？我叫小小苏，你呢？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你不会说话吗？你别哭了，我请你吃糖，我再带你去我的秘密花园玩，怎么样？我们走吧。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跟着我？我没有跟着你啊，我回家的路也是这么走的。我刚刚跟你说了我的名字，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邢毅，陆小姐，请你自重。我自重85斤，你觉得我重吗？陆小姐，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熟悉吧？我希望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就行了。我挺喜欢你的。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你没有拒绝，那就是默许了。那，你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告辞了。哎，邢毅，如果是下次再见面的话，你就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许了。邢哥，你下班啦？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在这儿等你啊，我东西还在你那儿呢。我一直怕打扰你，所以就在门口等着，乖吧？走吧。好。哦。苏念，啊，你接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去你家取东西啊，还能是为什么？我要听实话。实话就是，我喜欢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给我一个准话。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那我就你就什么？我就下次再来。苏念。我现在认真问你，你真的没有地方去吗？就这个，你只要照着上面演，一定能拿下他。没有，从小到大就有人跟我说，女孩子是赔钱货。后来有了弟弟，又跟我说什么穷人家的孩子要早当家。弟弟想要什么都有，我想要什么都没有，我还赔上了我自己。穷人家？没错，我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这样就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了。所以你就骗人？什么骗人？所以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骗人，对吗？
骗谁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要告诉你，只要我坚持的事情，铁杵都能磨成针。下来。我不。哎，什么意思啊你？哎，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把你卖了。给我放下来！夏有苏。好，那我就静候邢老板佳音。我回去要开个股东大会，到时候有了决议再跟你联系。好的，好的，今天就这样。好，不送了啊。他见邢总要干什么？喂，行刑的就是个笑面虎，油盐不进，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你尽快搞定其他的董事。这条路走不通了，别人也别想走。苏总，我看见曹思鹏私底下约见邢总了，虽然听不见两人说什么，但是他们好像……好，我知道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更进一步。你来干什么？我来拿挂件。等着。哎，邢哥，你说吧，只要能让我住进去，还有和你在一起，你什么要求随便提。不想提。邢哥，你该不会已经喜欢上我了吧？激将法对我没用。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不想试。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嘛？到底我怎么样你才能答应啊？苏念，你就这么喜欢我？当然了，喜欢到非你不可。这样吧，我们来打个赌。赌什么？就赌1个月之内我能让你喜欢上我。幼稚。这人怎么总不按剧本上来啊？那个房间便宜租给你吧。真的吗？真的吗？不要啊，不要算了。我要，我马上就去收拾行李。有蟑螂！怎么是你啊？真巧，我们不会是邻居吧？贤义，你帮帮我吧，家里有蟑螂，我最怕这个了。稍等。送你了。哎，贤义，
就这呀？我就不信拿不下你。一杯美式带走。好的，稍等。张总啊，您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发展是怎么看的？苏念如今孤立无援，苏董事长又病重没醒来，我当然是支持您呐。我是真不想看见这么大的公司交给这么一个小姑娘来管理。如果她不同意，那我只能给她点颜色看看。对，给她点颜色看看。您的美式，谢谢。好软的床啊！唉，接下来就靠你了。学他？难道我要对着邢哥学猫叫？不是吧？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习惯家里有人。Hello， 陆老师，看看我这进度怎么样啊？念念，你该不会是已经打入敌人巢穴了吧？不过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呀？我还从来没有跟一个异性同住过一个屋檐下哎。接下来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你确定吗？你不是让我学猫吗？我刚才就在他面前学猫叫。结果他好像没什么反应。请进。在忙吗？没有。关于合租的事，我想找你聊聊。好啊。如果有异议，可以提出来。没有异议。晚安。小苏，也不知道我放你住进来是看戏，还是给自己找麻烦。唉。还好，不至于太毁形象。你一大清早来，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对啊，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助理。哎，目前攻略进度如何啦？还行吧。你呢？我怀疑我这次遇见高手了，他对我的套路门儿清。怎么说？我打听到他家住哪儿，顺利成了他的邻居，准备好了一切，蟑螂、成堆的快递，还有我，一个柔弱害怕蟑螂的女子，以及邻里互助友好请求，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给了我一瓶杀虫剂，结果你那18般武艺就被一瓶杀虫剂灭了。可不是呢吗？你也别多想，人家可能就真的是完全不懂你的套路，他只是单纯的想和陌生女子保持距离。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更得拿下他了。如此稀缺的优质男青年，我怎么能放过呢？你就放过一个品行端正的好青年吧，啊！哎，别说我了，回去记得打开啊，里头有惊喜，神神秘秘的。苏总，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合同。曹思鹏那边怎么样了？曹思鹏的人正在想办法拿到项目部关于新城区的竞标书，还有，他们在打听联姻这件事的进展。料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反击？曹思鹏想拿新城区的项目，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好。苏总，嗯，邢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如果您用新城区的项目来钓鱼，那邢家联姻这件事就必须成，不然董事会的人会对您有意见的。你放心，快了。一杯美式，谢谢。邢哥，他怎么来了？不行，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啊！哎呀，快，蹲下！嗨，你怎么来了呀？你来这干嘛？我来面试，但是面试失败了。完了，绝对被发现了。今天晚上想吃点什么呢？等等，邢哥好像没见过我吧？这能穿吗？这文学到底靠不靠谱呀？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哦。我怎么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呀？你家地毯好软哦。我去趟酒吧。注意安全啊！这也太丢人了吧！喂，苏总，白天有份文件忘了给您签字，明天得寄个合作方。你现在过来吧，邢哥不在家。好。
哎呀，苏总，他不会突然回来吧？刚出去，哪那么快就回来呀？对了，新城区的项目底价已经给了曹思鹏的人，顺藤摸瓜，果然找到那天和他见面那个人了。对方是博安的项目负责人。原来这么多年明里暗里对付我们的人是博安。我顺着那个人往里查，竟然发现博安的法人代表和曹思鹏之间有关系。亲戚。查到这里之后，我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博安的发家史。他是在6年之前成立的，当时因为拿下了一个旧城区的开发项目，之后一战成名。没想到曹思鹏这么有野心啊！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就将计就计，明天帮我约一下邢董事长，安排一下见面。喂，志远，我东西落家了，马上回去。别催了，知道。怎么办？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啊！快收起来！哎呀，躲起来！嘘。你在干嘛？沙发好脏啊，我来擦一擦。哎，你怎么回来了？哦，我东西没拿。那你快去取啊！快走！你刚刚说什么？别管了，下次再说吧。哎呀，哎，你怎么还没走啊？现在正是堵车的时候呢。你怎么怪怪的？有吗？没有啊。你干嘛？苏念，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我知道你打的小算盘。苏总啊，想什么呢？你说，一个男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对一个投怀送抱的大美女无动于衷呢？不行的情况下？不能吧？我看他那样也不太像呀。苏总，要不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我结合实际帮你分析一下。少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听八卦。苏总，其实不管具体情况怎么样，只要他是个正常人，那么无外乎2种情况：第一，他不喜欢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为了喜欢的人洁身自好。但是他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啊。那就只有第2种情况了。不会吧？有可能。苏总，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男生？哎，贤哥，你看这个身材，哎呀，不能去啊！哎，滚！真的有哎！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在没失去什么之前，我先走了。啊，今天我不去了，累了。喝酒行啊，晚上几个人？好，准时到，
啊。天气干，多喝水。你等等，我去拿个东西。这2本杂志，你选哪一本？什么意思？你就选一本嘛。这个吧。你果然是，哎呀，哎，也没关系啦。这个社会现在包容程度这么高，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了啊。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我答应你，帮你守口如瓶。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助攻。苏念，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要干什么？苏小姐想尽办法接近我，现在我给你机会，你还不高兴了？那也没必要委屈自己啊。不委屈，我委屈。苏念，老子喜欢女的。真的吗？我才不信呢。你亲了我就代表你喜欢我，既然我们2个情投意合，不如今天下午就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吧。想得美。哥，你找我什么事儿？苏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着急联姻？苏董事长前段时间突发脑溢血，人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然后呢？据说是因为集团内部问题，好像和曹思鹏有关系，就是念桥的第2大股东。哥，你们这个做什么？难怪他突然接触我。那我跟家里的关系，他知道吗？有事儿说事儿。他不知道。哥，苏念现在情况很困难，有人对公司虎视眈眈，苏董事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公司了。哦，哥，我在调查他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想对他下手。那个曹思鹏？对，就是那个人。他之前还约了爸，再打股份的主意。齐先生，这是我送给邻居的搬家礼物。以后请多多关照。哦，我不吃甜品。哎，这是无糖的。不用，谢谢。哎，其实我刚出门送甜品的时候，不小心把门关上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不可以进去等我朋友送钥匙给我呀？你家是密码锁？我就是忘了密码，需要钥匙才能进去。你到底想干嘛？我们上次见面说好了的，如果下次再见面，你就把联系方式给我。这都已经是第5次见面了，难道还不够有缘分吗？来，坐下。哎呀妈，你干嘛呀？小姨啊，最近联系小苏了吗？快跟妈说说，她怎么样？哎呀妈，你爸他经常跟别人说，这苏家和邢家联姻，那事业是更上一层楼啊。
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哎呀妈，你别说了。手机给我。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应该不介意我进去坐坐吧？稍等。你可以坐在外面等，等你拿完钥匙以后，再把凳子还给我。有意思。我们结婚吧。我没打算结婚。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你亲了我之后，怎么能不打算负责呢？你为什么这么想结婚？那当然了，我也20几岁的人了，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那你不要你的事业了？我要啊，我就是因为要才能拿到拿到什么？拿到立业的资格。成家立业，那肯定得先成家后立业呀。是吗？当然。你答应吗？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是跟我打了一个赌，你说让我1个月之内喜欢上你吗？你还没赌赢呢。也就是说，只要你喜欢上我，你就会跟我结婚。再看吧。再看就是同意啦，再看就是默认啦，我就当你同意了啊。喂，念念，你爸爸他醒了。真的？那太好了，我明天就过去。好嘞，明天等你啊。好，拜拜。怎么了？哦，我爸。你爸？我前面的故事好像说的是我和家里人关系不好吧？要是说实话，万一前后矛盾就糟了。我把一只受伤的小猫咪送进了宠物医院，然后刚才那个宠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小猫咪已经包扎好了，让我明天去看看。在哪儿？要不要我送你去？不用，就在我明天去面试的路上。你要去面试？啊，对，我明天要去面试。那我提前祝你成功。好，干杯。爸，女儿来了。邢叔叔，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不是听说我爸醒了吗？所以着急过来看看。怎么，你不欢迎我啊？哎呦，你这孩子！医生说了，没什么大碍，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你别耽误工作啊。老苏啊，咱都这把年纪，别太操劳了，要多注意身体啊！邢叔叔，之前还跟您的秘书约您的时间，想跟您见一面呢，没想到今天竟然在医院里见了。小苏，你个大忙人，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主要想问问您公司的事情，想参考一下您的意见。哎，爸，我之前听说2家联姻的事情啊，联姻的事儿啊，是当初你邢叔叔帮咱们念桥度过危机的时候定下来的。哦，当初你不是不同意吗？现在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前一段时间碰到了一个人，我们两个聊的都还挺投缘的，结果您猜是谁？是邢叔叔的儿子啊！真的啊？嗯。你们正在交往啊？这还能骗您不成？哎呀，老苏，这咱就要成亲家了。是啊，要不这样，找个时间，咱们两家人啊在一起吃个饭啊。好，小苏啊，你放心，我知道念桥集团的困难，只要不是老苏当年非要定下这个约定啊，我早就还给他了。哎，这下好了，这不两全其美了吗？谢谢邢叔叔。哎呀，老苏，你培养了个好女儿啊！对了，苏总，曹董事那边最近动作频频，他好像派人盯着你。让他盯着，你抓紧时间搜集证据，务必要赶在新城区竞标之前完成。好。那个，一会儿送我去趟酒吧。你去找他？什么？我找文熙。
来，慢点。你还好吗？金哥。星哥。我有件事情想问你。你说。你和邢一，我好热呀。你是不是在酒吧喝了别人给你的酒？我不太记得了，我不知道我喝没喝。你还好吗？你没事吧，陆文熙？于是我看见星星都变成飞鸟，用枯草编一座囚牢，困得住疲倦，困不住人潮。你还好吗？向岁月的空谷奔逃，那里生平最潦草，冬天最喧闹，而做梦的人最清晰，也最徒劳。星星的梦境，那里没人选择出逃，热情消磨后像岁月就绕，再过漫长的争吵，或许一生就这样被默默消耗。于是我看见星星都变成飞鸟。早安。早安。要不我们结婚吧？
你刚说什么？你要答应他的求婚？啊，那邢家那边怎么办？你回去啊？我不可能回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当时可说了，他找你联姻就是为了你邢家那点股份，你可别怪哥没提醒你。他之前不也骗你编那么多故事吗？你真就心甘情愿啊？啊，好香啊！1、2、3、4，嗯。喂，苏总，出大事了！你追错人了。什么意思啊？你的联姻对象叫邢毅，不是邢哥。邢哥是邢董事长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听说很早之前，邢哥就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和邢董事长反目成仇，他和邢家基本没有关系了。你确定吗？我确定。苏总，你还是别求婚了吧。我回来了。念念，念念，苏念。哎，你在这儿干嘛呀？文心，我想了想，我想对那天的事情负责。我喜欢你，所以。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丰盛。今天不是周末吗？本来想着和你一起吃个晚饭。你这么有仪式感啊！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邢哥，怎么了？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很重要。我把你认错了人，认成我的联姻对象了。认错了人？
真的认错人了？嗯。那你喜欢他吗？喜欢有什么用啊？我要嫁的人啊，是邢毅。那现在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啊，念念，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邢哥和他家里到底是什么毛病。文熙，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回事啊？进去说。哎呀，文熙，你至于吗？至于。你是不是到隔壁那位？他求婚那个样子，就像那教导主任拿着戒指对你说：“同学，你读书吗？”吓人吗？好，我知道，我们马上回去。快起来，跟我一起回去。怎么了？邢毅去找我爸了，邢叔叔也在那边，我们俩赶紧过去一趟。我就不去了吧。未来弟妹，不跟我一起去？我去。快走。爸，邢叔叔。叔叔们好。哎，爸，这就是我想结婚的对象。别开这种玩笑啊！误会。苏念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已经和邢毅在一起了吗？小苏，如果邢毅他欺负你啊，你直说，叔叔帮你教训他。不是这样的，叔叔，你听我解释。其实，爸，苏伯父，和苏念在一起的是我哥。你说什么？和苏念在一起的是我哥，你的儿子，邢哥。老邢啊，那邢哥不是早就离开家了吗？你怎么知道是他？当我知道要和苏家联姻的时候，我想了解他一下，我就找人调查了他。对不起啊，我知道的时候，苏念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你跟我出来讲。他不会对邢毅动刑吧？都是亲儿子，能动什么样的刑？
不对，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谁关心了？爸，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担心我哥，但这不正好趁着和苏家联姻，缓和一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就知道苏念可以啊？如果苏念不行，就没有其他人可以了。爸，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喜欢苏念。不，爸，我只是没想好在什么时候和你解释这件事情。如果苏念和邢哥能修成正果，我还是很开心的。如果他们能成啊，那个约定还是可以继续履行的。那孩子不是……我相信苏念。婚姻大事，我希望你们呀，不要当儿戏。你来干嘛？我来给你道歉。你上次走的不是很果断吗？还说要及时止损，这就是你止损的方式？邢哥，我进来说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就是关于那天我和你说认错人的事情。其实，你刚住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的目的。我从来不计较你撒谎骗我，但是你知道认错人之后，立刻撇清关系的态度，让我很难怀疑你没有在骗我。我没有。我明确告诉你，我跟邢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跟我在一起，或许得不到你想要的，
哎，哥，有位子有位子，当然有位子。你来我能不给你留吗？是不是？对对对，你快点就行了啊，留着呢，放心啊。哎，等会儿吴哥，哎，苏小姐，邢哥说了，他呢不太想让你进去。我是来消费的，凭什么不能进去啊？苏小姐，邢哥也是我们这儿老板之一呀，我呢又没办法特立独行，你也被他为难，对不对？行。苏小姐慢走啊。苏小姐是吧？苏小姐，你今天呢，就是伪装的再好，我也不能让你进去。虽然这件事情吧，不是我的问题。我真知道错了，你让他出来行不行？到底是什么道让他给我提个醒啊？邢哥说了，这件事情吧，你得自己琢磨琢磨。友情提示啊，他这个人吧，非常小心眼儿。行，让他给我等着。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谁说我躲着你了？那你刚才偷偷摸摸的做什么？我陆文熙做事一向正大光明。那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呢？承认什么呀？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为什么答应我的求婚？邢哥，怎么是你啊？邢哥呢？邢哥他不在。哎，苏小姐，你就别找了，他真不在这儿。你知道他在哪儿，对吗？我真的不知道啊。帮我告诉他，我真的知道我为什么错了。啊？为什么？你把他叫出来，我再跟他说。邢哥他……苏小姐，你该不会在诈我吧？怎么可能啊！哎呀，其实吧，你也不用非要把他找出来。你按照他说的，你冷静一下，想一想他跟你之间的感情，你是喜欢他和那个股份，哪个占比更多一点？当然是他更重要啊。另外呢，你想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故人送的，但是你把他给忽略了。你说故人？什么故人啊？苏小姐，你就别试探我了，行不行？我肯定会知道原因的。你帮我告诉他，就让他等着成为我男朋友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当初你给我苏念资料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把我当成了你。
我一开始是想告诉你的，但之后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感情那么好，我就没有打算说了。那你给我资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苏家的困难。就这么简单？你想利用联姻让我主动回邢家，是不是他让你这么做的？不是，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不想接管公司。对不起，哥，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了。你不想接管公司，难道我想吗？你告诉他，别再用苏念打什么歪脑筋。说实话，我确实挺喜欢他的。他要是不提结婚就好了，我还能谈场美好的恋爱。恋爱美好，结婚就不美好吗？那能一样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好话都能说，我也不用为我说的话负责任。结婚就不一样了，你看我爸妈就是最好的例子。文熙，你太悲观了。不提他了，他不行，再换下一个不就好了？说说你吧，鑫哥原谅你了吗？唉，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还在跟我生气吧。要不我给你复盘一下？也行。那你说说我听听。就是吧，那天之后呢？你那不是骗他，还能是什么呀？念念，念念，等你醒了，可得好好感谢我。鑫哥，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是谁？非得让我猜，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鑫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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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哎，行，没问题。后续有什么你再跟我沟通。行，拜拜，拜拜。文熙，我等了你好久。我话说的还不够直接吗？说得很清楚。但是，文熙，你喜欢我，我对你有好感，
基于此，我们产生了更加亲密的关系。那下一步难道不是在建立稳定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互相了解彼此吗？但这份稳定的关系不包括结婚。那如果你现在排斥婚姻和家庭，那我们就暂时先不提嘛。邢毅，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明明我都已经这样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算是了解你啊？你想了解我？对啊。那行，明天我带你去了解我的生活。好。老板来了。这个不错啊，我看这个 look， 哦，这套拍的不错，适合拍那种奢侈品的东西，你知道吗？有一点啊，然后它里面那个衬衫给它换一下，把绿色的全部换掉，整体还是不错的。陆姐啊，想我没？能不想你吗？哎呦，讨厌！姐，看我表现怎么样？你今天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妆，眉毛谁给你画的？谁啊？这是？带我来就是为了给我看这个。怎么了？这就受不了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呀。好，你继续。艾文，拿套衣服给他。好嘞，陆姐。还不错，你要是受不了，随时可以离开。陆总，请便。毛手毛脚，能不能行？陆总，你吃醋了？我才没有，我那是看不了你拍摄不专业的样子。我和你一样，刚才看到你和男模特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情。那又如何？我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你要是接受不了，就远离我。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公司的男模特曾经都是我的前男友。
笑了就是原谅了。嗯。再来，来。姐，喝多了。我怎么可能喝多呢？没事，一会儿再陪你喝2杯。你先去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邢家吗？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太好笑？
苏小姐，请坐。邢先生，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文熙。所以你今天找我来，到底干什么？我想问一些关于文熙的事情。文熙她为什么这么排斥婚姻？他妈妈和他爸爸是闪婚，因为孩子结的婚。第一次婚姻带给他妈妈和他的只有家暴。第二次婚姻是无数次的争吵和斤斤计较。所以，你觉得他会憧憬婚姻吗？玄烨，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我希望你去理解他，而不是去强迫他。你确定吗？新城区的项目底价，财务部只有小赵知道，而且他和曹董事是亲戚。这个时候离职，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很有可能透露真正的底价。苏总，他们上当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盯紧小赵，送上门的把柄一定要掌握住。曹思鹏想要拉拢邢氏，那我们就把邢氏变成竞争对手。好。知道了。苏总，曹思鹏去医院了，应该是去看苏董事长了。那我们也过去一趟吧。好。老苏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当初都怪我财迷心窍，才做了对不起念乔的事情。我在自问，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你，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想法的？念乔是我们一起建立起来的，你就忍心毁了它？哎，我知道你在怪我，怪我当初对你的儿子没有手下留情，但错就是错了。今天他敢对手下的女职工动手动脚的，明天他就会犯更大的错误。我也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就包庇他呀。对，苏总，这件事情你做的对。如果当初发现的人是我，别说是拘留了，我肯定打断这小厮的狗腿。别说了，这事儿啊已经过去了。这些年你利用念乔壮大你的博安，我都懒得和你计较了。事到如今呢，咱们就好聚好散吧。你要把我赶出念乔？念乔需要一个一心为他的董事长，你自己离开吧。你做的那些事，我也不向董事会汇报了。可我……别说了，我累了。好，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过来看你。呀，是苏念啊！啊，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爸。哎呀，女儿来了，快坐下。爸，您身体怎么样啊？我没事儿。你见着曹思鹏了？见过。
文心，我想了很久，我们在一起吧，只谈恋爱不提结婚。从今往后，我都不会提结婚了。和你在一起以后，我发誓，我不会跟你吵架，也不会对你使用冷暴力。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会试着去理解你的一切的。啊？那出现问题怎么办？燕，吃水果啊！谢谢阿姨。邢叔叔，我知道不安的人来找过您，想和邢氏集团一起开发新城区的项目。小念啊，我和你父亲啊是多年的朋友，但是合作，那不也得合适不是吗？是这样的，合作讲究的就是共赢，这个方案一定会让您满意的。这个方案啊，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为什么把利益都让出来呢？你也知道，念桥集团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有蛀虫，已经到了不得不拔的时候。与其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帮助我们自己人，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合作没问题，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劝邢哥回家。邢叔叔，这件事情和邢哥没有关系。除此之外，只要我能做的，念桥能做的，我都可以答应您。我知道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你当初接触邢哥，不也是为了拿到股份吗？我可以答应你跟念桥合作，但是我也希望邢哥能回家。邢叔叔，我不想做让邢哥不开心的事情。老邢，既然如此，那这合作先放一放。我希望你回去啊，把有些事情想清楚。你不会是要带我见父母吧？是啊。啊？我是答应你，除了结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包括见父母啊。文心，我确实答应了你我不结婚，但是我一辈子不结婚，我总得跟父母有个交代吧。我这……你怕了？怎么可能？见就见，一会儿挨骂可别怪我。放心，他们不会打人的。哦，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想让他们同意的话，一会儿不管我说什么，你都别反驳，知道吗？怎么感觉上了贼船似的呢？小叶，妈，文熙，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位是……妈，我们进去说吧。好，阿姨，那你们就先进去吧，我就先回去了。行，那你路上慢一点啊。好，走吧，进屋聊吧。爸妈，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陆文熙。是阿姨。女朋友好啊，你跟你哥的人生大事解决了，我们也就放心了。但是妈，我和文熙不打算结婚。你们刚认识也可以理解，结婚的事呢，可以过1-2年再说。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和文熙现在不结婚，以后我们也不会结婚。这孩子。
说什么呢？他在开玩笑呢。这人生大事怎么可能不结婚呢？我没有开玩笑，这是我考虑之后的决定。我希望你们能够尊重。邢毅，你这不是瞎胡闹吗？你这件事情，不管你们答应不答应，我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而且我只是来告知你们。邢毅，爸，你走开！不是，爸，到房间休息吧。老邢，来，到房间休息。少说两句吧。老邢，慢点啊，别跟孩子置气啊。我不想做让。妈，我爸怎么样了？妈，爸他到底怎么了？没事儿，就是血压高，吃药休息了。小陆，他爸脾气急，一时很难接受。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强求你们什么，但是婚姻，这是人生大事，你们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呀。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也不留你们了。妈，那我先送文熙回去。哎，你等我一下。那个邢毅，如果你难受的话，我可以陪着你的。你爸他好好治疗的话，一定会好的。念念他是有主意的人，我劝他也不一定有用。就算我说服了他，邢哥那边也不一定同意。文熙，
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你有太大压力了。你们找我什么事情啊？苏念啊？我希望你能帮我劝我哥回家。不可能。星夜，你是在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我说这句话呢？要不是因为你的母亲，行哥的妈妈就不会自杀，他也不会年少离家。等等，念念，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事了？邢毅的母亲没有做这种事。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了这个事。我和他一直误会罢了。我爸并没有出轨，当年公司出现危机，面临破产，我爸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才疏忽了阿姨，才酿成了悲剧。阿姨产后抑郁，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念念，既然这件事有误会，那不如把这个误会给解开。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误会，阿姨的死都跟她脱不了干系。我可以答应你把事情告诉邢哥，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他做。叔叔啊，喝水。谢谢。叔叔，邢毅都和我说了，您的身体……哦，能不告诉邢哥吗？真不和他说吗？唉，告诉他也没什么意义啊。叔叔，你们长辈之间的事情我不了解，也不敢给予置评。但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自己的误会还需要自己去解。我知道，有些伤口啊，永远无法愈合。我就想用我剩余的时间来弥补。我明白，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沟通，化解矛盾。邢哥。邢哥，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苏念，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那你们有事，我就先走了。啊，我是跟苏念在一起了，但这不意味着我要回去。如果你因为这件事让他帮你做什么，这只会让我恶心。好。念念，来吃饭。邢哥，他生病了。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很正常。是肝癌。
鑫哥，其实当年的事情，阿姨误会叔叔了。叔叔并没有出轨。我知道，即便是这样，阿姨的死跟他也脱不了干系。但是，你已经失去阿姨了，就别让自己后悔了。你刚刚说什么？叔叔生病了，肝癌晚期。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他，但是再去见一见他，别给自己留遗憾。吃饭，先吃饭。你都不问问他的病情吗？你都看见了，能跑能跳，没事儿。鑫哥，那不是感冒，是肝癌。我去给你盛晚饭啊。那里生平最潦草，冬天最喧闹，而做梦的人最清醒，也最徒劳。怎么了，邢老板？跟你家那位苏小姐吵架了？那是什么？老邢生病了，肝癌晚期。什么？那，你这……苏念告诉我，是我错怪他了。老邢没出轨，都这会儿了，不就想让我回去看看吗？那这事儿你自己怎么想啊？我有什么选择吗？说恨，我确实恨过。这么多年，好多人跟我说，他没出轨，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个人这么说，一群人这么说，有什么意义？无论他是做还是没做，我妈都是因为他跳楼死在我面前的，这点永远都无法改变。你说我这也不太会安慰人啊。你这事儿，你自己想好怎么做的吗？让我一个人坐会儿吧。喂，苏念，你和我哥在一起吗？他的电话我打不通。没有啊，怎么了？我爸突然昏倒，送抢救室了。什么？怎么这么突然？我马上去找他。爸，你看谁来了？阿姨，邢叔叔他没事吧？唉，其实没有邢姨说的那么严重。邢姨知道他哥的脾气，就算知道老邢病了，他也拉不下来这个面子。毕竟这么多年的隔阂在这儿呢，所以让你带他过来，也是想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我明白了，阿姨，叔叔没事就好。苏念，谢谢你带我哥过来。没什么，我也是想让他们当面把误会解释清楚。哎，你说这里面怎么没动静啊？阿姨，您不用担心，没声音或许是好事呢，说明他们没吵起来。说的也是。我没事，是他们大惊小怪的。没事就好，我先走了。哎，邢哥，有病就治，邢姨不小了，
他撑得起公司。人老了，就别逞强。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哎，你先别着急走，听我说两句。你弟啊，现在不想留在公司，他已经撂挑子了。我现在呢，就这样了。你既然和苏念在一起了，你就回公司吧。不回。这父子矛盾是父子矛盾，公司是公司，你怎么就不能公私分明啊？公私不分的，到底是谁？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恨，对公司不管不问的，但是你别忘了，在这儿也有你妈的一份心血在呀。你别提我妈。咱们走吧。阿姨，那我们走了。走了。邢哥，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那你们先聊，我去那边等你。什么事儿？对不起啊，以这种方式把你骗过来。邢毅做的，我后面会找他算账，你不用替他道歉。其实你能来看老邢，我很高兴。这么多年，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里一直很惦记着你。这些年，辛苦你照顾他了。我手机在兜里。阿姨。哦，你接吧。喂，妈。哎，今天总算是了了我的心事。我见小苏和邢哥感情不错，以后你跟文熙也要好好的啊。知道了，妈。
之前跟我说想利用文熙找苏念帮忙，我一直觉得这个方法。妈，那个咱先不说了啊，我有点事儿忙着，先挂了啊。利用我？解释解释吧。既然你不说，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和苏念之间的关系的？得知要跟苏家联姻之后，我就找人调查了苏念。看到资料后，我就知道了。我一直很疑惑，苏念她不笨，怎么会认错人？所以，这里面也有你的手笔。看来是我自己活该倒霉，送上门给人当枪使。所以你一开始拒绝我，也是因为……不是啊，我话还没说完呢。这么着急做什么？被人当傻子的人是我，又不是你。所以那天在酒吧被人下药那件事，也是你干的？不是啊，文熙，我承认，一开始我是想过让你帮我，但之后我并没有那么做。是，你没做，是我人傻，我自己主动这么干了。有这儿，咱就多喝酒。文熙，文熙，你怎么喝这么多呀？文熙，快醒醒！念念，你来了，怎么回事啊？念念，啊，你陪我喝酒。哎呀，怎么了，文熙？念念，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我什么呀？念念，我没有想到他都是骗我的。谁骗你啊？秦毅那个王八蛋！啊，他答应我不结婚的要求，带我回去，以说服他父母的名义，其实就是为了让我知道他哥和邢家的矛盾。
让我看他犯难，好利用我来说服你。还有，你认错人那件事也是邢毅干的。没事，没事，你又没做错什么，也不能怪你。要怪啊，也只能怪邢毅。再说了，你也没强迫我做什么呀。他们父子2个人的矛盾啊，不是我们3言2语就能解决的。真的吗，姐姐？你放心，我已经跟邢哥说了，让邢毅赶紧过来接你一起回去。不要，我跟他分手了。分手？年年，我陆文熙也有被人骗的一天。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啊？说什么呢，文熙？你别喝了。文熙，都是报应啊！文熙没事吧？我想，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下了。好。帮我照顾好文熙。听文熙说，你已经知道认错人了以后，还将错就错。为什么？很早之前，我无意中知道我哥一直在找一个人，不知道姓名，不知道住址，只知道他有一个小名，叫小小苏。就因为一个姓，你就能确定是我？没有，我调查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当我看到我哥和你在一起的照片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了。当年你们住一个小区，我不相信这是巧合。后来，爸就病了。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哥能回家。所以，你比我们都更早知道叔叔得了癌症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只是以为他身体不好，我知道的时间不比你们早多少。那文熙呢？他是个意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2个的关系。所以知道了关系以后，就打算利用他。如果我说我想过但从未做过，你肯定不信，对吗？这件事情，我信不信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熙信不信。她虽然是一个表面上很花心的女生，但我知道她根本就没动过真心。但是她这次为你真的放下了很多她之前的顾忌，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对她的这份真心吧。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会想办法让她原谅我的。文熙呢，我是跟你送到这里了，但接下来的路还需要你们2个自己走。
苏总，明天就是新城区的项目竞标了，项目部那边已经准备完毕，到时候是您去还是？明天是股东大会，到时候你替我去吧啊。好。苏总，邢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曹思鹏。曹思鹏不知道邢哥和邢家的关系正在缓和吗？他现在收到的消息应该是，邢哥回到家和邢董事长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哦，来，邢哥吃水果。怎么样？化疗完状况如何？好多了。有什么话你就说，你这样我反倒不习惯了。也是，咱俩的关系不适合搞温情那套。长话短说，2件事情。第一件事，我进公司不回邢家，你答应苏家的股份必须履行了。第二件事，邢毅那边他想干什么就得放他去做。我这次来，我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已经决定了。我只是来通知你。邢哥，我还没死呢。我知道，不然费尽心思把我弄回来的是谁啊？你不是恨我吗？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当然恨你，所以我现在要亲手抢走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公司。这个法子，你觉得怎么样？哎，行行行，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过2天找个助理，把手续给我走了。管公司也不难，我努力不给你干倒闭啊。你走，你赶紧走，赶紧给我走。行了，就别气，人都走了，还跟谁假生气呢？曹董，盯着邢哥的人看见他和邢董事长不欢而散，走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给我盯紧点，在这最后的关头，千万不要给我出现任何意外。好的，去吧。老苏啊，老苏，我给过你机会，可是你非要跟我斤斤计较，这你可不能怪我了。明天之后，念桥就姓曹了。我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没有把邢叔叔气到吧？应该没有吧。我让你去演戏，可没让你假戏真做哦。假戏真做，那不是咱俩的剧本吗？我去洗澡，一起吗？不要。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等你好消息。苏总放心。都到齐了吧？想必大家也知道今天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关于新董事长的表决会，现在请在座的诸位董事举手投票。支持苏总经理的请举手。3票。支持我的请举手。4票。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前，有件东西要给大家。我想大家有义务知道，也有权利要知道。曹董事，我想你有必要解释一下，当初东城区的项目为何会被博安抢走？这6年间，为何博安频频的可以从念桥抢走项目？还有啊，这么多年，你以公谋私，从念桥抽走了多少资金来养博安呢？我想，在座的各位董事应该都比较好奇吧。
你胡说，这简直就是污蔑！我说苏念，你想要得到公司，也不应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掌我吧？你别忘了，我还是你的长辈。确实，做小辈的应该给长辈留面子。可是有些长辈为老不尊，我究竟是不是污蔑？我想，曹董事心里最清楚吧。你应该不介意我请人证出来吧？怎么回事？伯恩的人根本没去，直接放弃了。我让人在他们公司楼下扣住负责人，对方一口否认，说和曹思鹏没有任何关系。那财务的小赵呢？那人倒是真的，还说过去抢走的项目都是从小赵那里得知的情况。苏念，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大点声说出来吗？啊，让大家都听听。哎，我好像刚才听你说，你有什么人证？你的人证呢？你的人证，不会就是你的助理吧？苏总，邢哥能及时赶到吗？这个时间他应该还在刑事，马上就能过来了。苏念，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就宣布结果吧，怎么样？下面请在座各位董事举手投票，支持苏总经理的请举手。4票，支持曹董事的请举手。4票，曹董，平票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来比一比公司股份谁多吧。曹董事，鉴于你在身为股东期间并没有合理履行义务，且做出了损害集团利益的事情，先强制解除你的股东资格。相关证据会通过企业邮箱发送至集团每个人的手中。若在座董事无异议，该决议立即执行。曹叔叔，慢走，不送啊。苏董事长，恭喜你啦，得偿所愿。我可都听司爵说了，你在那股东大会上一点没给那曹思鹏留下脸面，最后还拿出证据，直接除了他的股东资格，收回所有股份。你现在可是念桥的绝对控股人啦，是念桥最年轻的董事长。一般一般啦。不说这个，来帮我看一下这几个日子哪个好。你干嘛？领证啊！我觉得这个就不错，就在明天。剩下这几个都太远了，到时候忙起来的话肯定来不及。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不懂，虽然说董事会已经开完了，但是手续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我怕我爸到时候再用结婚这事儿给我设一关卡，那我就从正式的变成临时的了，这风险太大了，不能冒。行吧。我真是搞不懂你，为什么非要跳进这婚姻的牢笼呢？
是不是牢笼，得进去看看才知道啊。哎，你和邢毅还没和好？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跟前任牵扯不清的？哎呦，好巧不巧，见过20个。那都不算，我那不是借着恋爱的名义把他们骗进我的公司替我搬砖吗？所以你还要不要跟邢毅和好啊？不要。不过我看有些人不是这样想的呀。谁啊？文熙，我怕你那天喝多了，所以我把那天说的话再和你说一遍。我从来都不觉得你有强迫过让我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邢哥也不会这样觉得的。所以你不要再把一些本来就不是自己的过错强加在自己身上了。邢毅呢，虽然有错，但我觉得他都是出于好意的，所以罪不至死吧。虽然我即将有一个小叔，但不论如何，你永远都是我的第一位。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的。你干嘛去啊？约了邢哥，先走啦。文心，文心，邢先生还是不要拉拉扯扯的，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说不清。文心，对不起。邢先生是见我一次就道一次歉是吧？如果只是为了道歉的话，那我接受了，也原谅你了。我可以离开了吗？文心，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们好聚好散可以吗？文心，除了一开始的隐瞒，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喜欢你是真的，对你的所有承诺都是真的。我们和好吧，好吗？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被人管着。我不会管着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会尽力去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你商量。我保证，不吵架，不欺骗，不隐瞒。空口无凭。你可以试一试，就当试用期，如何？真的？真的。那就试一下吧。文心，文熙，是我俩结婚，你这么紧张干嘛？你确定要领证啊？我告诉你啊，领证了可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以后要是想离婚的话，可就是2手的了。陆文熙，哥，你别吓唬他了。邢毅，你来都来了，要不顺便领个证？邢哥，你干嘛？你捡你自己的，别想拉别人。文熙，跟我进去一起感受一下嘛。走。你就不羡慕他们吗？那就算我羡慕的话，你会跟我进去啊？没事儿，你不用纠结。你没想好就先不用回答我。邢毅，如果有一天我敢踏进这个门了，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好，听你的。哟，哎呀，我女儿真结婚了。那还能骗你不成？我才没有那么无聊呢。不后悔？不后悔啊，反正没有想过离婚的事情。行吧，那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婚礼什么时候举办呢？我跟邢哥呢，打算先去度蜜月，反正最后一道任命书还没有下了，
这段时间你就先替我管理一下吧。度蜜月？你们连婚礼都没举办，你度什么蜜月呀？去多久啊？这个嘛，短则1个月，长则2、3个月。哎呀，你也知道啦，自从我进入念桥以后，就没有时间休过假，趁这次有时间，一次性都休了。这么久啊？不行，我都和老伙计说好了，下个月一起到国外去度假，飞机票都买好了。那怎么办？我还想度假呢。你年纪轻轻的，休什么假呀？像我这么老的时候再说吧。小司啊，立刻把文件拿过来，我要签字。来了。你这臭小子！念念，你呀，你就怕我不把公司交给你？我不是想让您安心去度假吗？臭丫头，你赶紧从我眼前消失，我不想再见到你。好嘞，走，董事长。念念，记得带星哥回家吃饭啊。拿着。我在等个有你的春天，从此不必再等一个等，在故事分手之前，让生命没有多余遗憾。怎么样？还用问？有我出马，还能搞不定？走，庆祝一下。啊！